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进入是列王记下的第12章。今天的经文因为背景比较复杂所以牧师会用稍微长一点点的时间来帮助大家来知道为什么这么复杂。我们要先看的是在南北国当中都有约兰王。好，那现代中文、现代台语已经把它区分叫北国是约荷兰，南国是约兰。那北国的约兰呢是亚哈谢的儿子，南国的约兰呢是亚哈谢的爸爸。好，所以这对父子呢名字刚好颠倒过来。好，所以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地方 confuse。好，但是有一个特点，好，就是南北国的亚哈谢呢做王的时间都很短。好，一个1年，一个2年。那在除了这两对父子之外呢，好，那南国的约兰，好，他的儿子叫约阿施。那耶户呢，他的孙子也叫约阿施，而且时间上有交叠。好，那就是在南国的约阿施的最后几年呢，是北国约阿施，好，就是耶户孙子的开始的几年。那一样，现代圣经呢，已经把约阿施翻成约华施，啊，中华的华。那这样子呢，让我们可以做区分。好，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会特别介绍这是犹大王或是以色列王。好，犹大王那就是南国，以色列王就是北国。好，那所以在这么多的王当中呢，好，有南北国呢都有3个名字，好，王是一样的。好，但是而且呢，他们的年代呢非常的近，好，非常的集中。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12章。亚后第7年，约阿斯做王，在耶路撒冷做王40年。伊的老母叫做西比亚，是88人。约阿斯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教导，一心做上主看最好的事。毋久山头断也未废除，人民犹原伫遐献祭烧香。约阿斯对众祭司讲：所有献伫上主的圣殿分别做神的钱，无论是大家人应该献的，还是自愿献的钱，还是大家祭司对伊所捌的人收集的奉献，就用来修理圣殿所有毁坏的所在。毋久到约阿斯王第23年，这时还未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所以约阿斯王调集祭司耶和亚大甲其他的祭司对因讲：恁是安怎到担还未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恁毋通阁对人收钱，就将钱交出来，通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尽这是答应无要阁对人民收钱，嘛无要负责修理圣殿损坏的所在。昨天我们看见，约阿施是被他的姑丈耶和耶大祭司。好，那但是我们在历代志下呢，24章第6节可以看到，这个耶和耶大呢是祭司长。那身份就又不一样了。好，就是大祭司的意思哦。好，那所以耶和耶大呢，好，他是一个祭司，在约阿施很小的时候，6岁以前。好，他就是来让这个国家的王位不会被亚他利亚完全夺去。虽然亚他利亚在辈分上是约阿施的阿嬷，但是呢这个耶和耶大他名字就是耶和华知晓，耶和华知晓来保卫的这个约阿施小小王子的王位哦。那在约阿施登基，也就是耶户作王的第7年，那约阿施呢，他7岁。好，那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被按立为王。那他也做了40年，很久。但是呢，40+7也不过47。好，那又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这么短命呢？47岁。好，那我们后面会再看到。那他的母亲呢，是来自于南部的别是巴。那约阿施呢，在做王的初期呢，都接受他的姑丈
耶和耶大的教导行神看为正的，所以他是南国第三个好王啊。第一个是亚撒王，第二个是约沙法王，第三个是约阿施王。好，约阿施呢已经来到了大卫的第9代。那约阿施呢？好，在他从政的初期呢，好，那他就是要让祭司呢，好，因为圣殿受损。那圣殿为什么受损呢？好，在历代志下24章我们可以看到，好，就是亚他利亚破坏，好，也就是约阿施的阿嬷，好，那也这个耶洗别的女儿。好破坏，而且呢，那时候从所罗门好到约阿施这个时候呢，好大概已经124年的时间，好，所以这个圣殿也使用了100多年了，好又经过了亚他利亚的破坏，所以约阿施他就是有心好要修复好上帝的殿。好，但是呢，需要钱，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南国犹大的这个财力是很弱，好，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修圣殿，好，那对照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国力很强，好，这个圣殿的出手呢都是大手笔，好，香柏木是用海运然后陆运好运送来，而且派几十万的工人去砍树去运送，好，然后呢这些的圣殿呢都贴金子。好，然后包上这个金子等等，好，但是呢，到了约阿施，好，大卫的第9代呢，好，他们需要收奉献，好，所以这一段1到8节呢，好，就讲到收奉献一直收到什么时候呢？都约阿施已经做王了23年，好，那也是约阿施30岁的时候，祭司还没有修理圣殿破坏之处。哦，那从他的阿妈亚他利亚破坏圣殿，过了20几年，好，那这有几个问题，好，但是我们要读经文，大概去揣摩一下，好，圣经没有明写，好，第一个问题呢，好，就是好人民的奉献太少，好，可能呢，好，就是人民的奉献，好，收的太慢，收了20几年，都还没有办法动工，好，其中第二个，好，就是祭司的问题。好，这些祭司呢，好，他们可能收了奉献，好，可是钱呢没有拿去用在圣殿，用在其他地方，或是收了钱呢，这钱呢也没有把它拿出来动工，好，那就是懒散，好，那而且呢，好，在这里呢，好，就把这个祭司呢，好，点了一个名字，好，就是耶和耶大。所以在列王记的部分呢，对耶和耶大的评价呢，好没有像历代志的评价那么高。好，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个对照。好，那总之呢，好，这时候约阿施都已经30岁了。好，那所以他就出来，好说你们不要再收奉献了。好，你们也没有收了奉献，好，也没有去修。好，那所以这个经文呢，第8节说不要再收奉献，也不要再修理。好，那呃这个地方呢，好就有点逻辑上来讲，好像祭司就不做了。好，可是我们继续看后面的第9节啊，这时亚和亚大提一个柜，伫顶面挖一坑，下伫祭坛边，上主圣殿入口的正边，守门的祭司甲来敬拜的人所献的钱，拢落入去柜内。祭司看到柜内的钱有够多的时，就请王的书记甲大祭司来，将上主圣殿得到的钱点算了，包起来。因就将点算过的钱交予监督经受上主圣殿的人，监督的人将钱发予修理上主圣殿的做木师傅甲建筑工人。涂水师傅甲拍石师傅，搁买材料甲拍好的石，修理上主圣殿损坏的所在，以及支付修理圣殿逐款的开销。毋过奉献伫上主圣殿的钱，无用来做上主圣殿的温杯、灯芯的剪刀、盘、喇叭，甲逐款金器、银器。因将钱拢交予做工的人修理上主的圣殿，因毋免甲发工钱的人对小，因为遐个人做代志诚实。毋过白做济甲俗做济的钱，无带入上主的圣殿，拢归予祭司。
前面讲到祭司，好，搞了20几年，好，或是多久不晓得，好，但是呢，圣殿好一直收钱，好都没有动工。那第8节呢，好让这个约阿施王好一声令下，好不让祭司负责，好，那这时候耶和耶大就跳出来，好，耶和耶大呢，我们从历代志下，好可以知道呢，他活了130岁啊。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耶和耶大好，可能至少是在90岁到130岁之间，好，因为约阿斯做王40年了，好的这个年纪，好，已经超过90岁了，好，那在130岁以下，那他就用了一个奉献箱，好，放在圣殿的门口，好，那所以这里的对照差别就是前面可能是派祭司去收奉献，好，那收的奉献不够多，所以一直盖不起来。好，可能一，好，可能二，好，就是祭司经手的奉献呢，他们没有专款专用，好，以至于呢没有办法动工。可是这时候耶和耶大呢，好，出了一个点子，好，就是让进圣殿的人呢来奉献。诶，结果这样做呢，好，奉献呢钱就变多了。好，那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圣殿修不好？好，问题可能在于前面那一批办事的祭司不够力。哦，那但是呢，奉献呢放在门口，反而它就增加，很快就可以修圣殿。好，所以第10节好就叫了大祭司，好王的书记和大祭司哦。好，那在历代志呢就讲到说这个祭司长就是耶和耶大，好，所以我们才知道说哇，原来耶和耶大不仅是约阿施的姑丈，还是大祭司。那而且呢，我们在历代志好还可以看到耶和耶大也帮约阿施好娶了2个老婆，好对，好2个算多还少？好，跟前面比起来2个是少的。那还有呢，在这里出现一个叫做督工哦，好督工好，那所以这两段的对照就是前面的祭司好办事不牢，但是呢后面这里的督工呢，哎办事很牢靠，好，所以里面的工呢很清楚。好，然后呢，该用在圣殿的，该用在至圣所的，该用在祭司身上的，好，他们呢，好，都非常的清楚。好，那这些人是没有名字，好，叫做管理耶和华殿督工，好，那他们都是工人。但这些人呢，好学者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利未人，好，就是非祭司，但是他们是利未人，他们都在圣殿里面的工作，好，反而这时候利未人呢扮演起一个重要的角色，好，甚至16节说，好，该归给祭司的赎罪祭、赎愆祭，好的钱呢，他们也没有用错地方，好，该给祭司的就给祭司，好，所以这些人呢，好，这个约阿施、耶和耶大都不用跟这些利未人的督工，好，跟他们算账，好，因为他们是非常的忠实、诚实。继续看17节，迄时苏利亚王哈西想去攻打加德，甲伊公主哈西就决定要进攻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斯将伊的祖先犹大王约沙法、约兰、阿哈谢，甲伊本身所献圣化归上主的物，以及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府库所有的金，拢送互苏利亚王哈西，哈西就无进攻耶路撒冷。约阿斯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拢记载伫犹大的王书。约阿斯的人生起来背叛，伫落去希腊路中的伯米罗，甲伊抬死。遐抬死约阿斯的人的人生是示米亚的囝约沙甲，甲索灭的囝约沙伯。约阿斯甲伊的列祖做伙安葬伫大必城，伊的囝阿玛谢刷接伊做王。约阿施在列王记的记载，好比较简单，好，但历代志呢给我们很详细的内容。好，17节讲到亚兰王哈薛，好，那我们还记得那时候上帝要以利亚去膏3个人，好，其中一个就是哈薛，第二个是耶户，第三是以利沙。好，那哈薛的刀、耶户的刀、以利沙的刀，好，就是要替上帝来施行审判。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呢，好，就知道上帝的审判来了。好，那在历代志讲到是不只是哈薛，好，哈薛是跟他的儿子啊便哈达2世一起来攻打非利士的加特。好，加特城就是酒榨，好，表示那边应该是出产葡萄酿酒的地方。
然后呢，拿下了非利士呢，他们就顺便要来打这个耶路撒冷。好，那但是呢，这个约阿施呢，他从小被保护，从出生，所以呢，他害怕战争，他就把他的爸爸亚哈谢、阿公约兰、他的阿宙约沙法所累积在圣殿的分别为圣的物品，圣殿的东西呢，金子呢，通通都送给了亚兰王哈薛哦。好，那就让这个战争免除。那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好，在列王记没有多做评论啊，只有讲这件事情。可是历代志下呢，就记载这件事情很详细哦，好，包括后面的19到21节。好，所以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4章的记载。约阿施登基的时候7岁，好，做王40年，好，他的妈妈是别是巴人，好，那约阿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好，第三个好王。耶和约大为他娶2个妻子，好，所以2个妻子看起来多，好，其实是少，而且呢，其中一个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啊，好，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好，那在列王当中呢，好，南国当中有3个王，好，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啊。约阿施是第一个，好，但是这是耶和耶大的功劳啊，他的老婆叫约耶旦，好，在14章我们会看到。第二个起于耶路撒冷女子的呢，是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好，亚玛谢。我猜呢，这也是耶和耶大的功劳，好，因为耶和耶大活了130岁哦，好，所以他也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好，在列王记下15章可以看到。那第三个呢，就是约雅敬哦，好，约雅敬，好，那这已经是200年后了，好，200年后，好，约雅敬，好，他也娶了耶路撒冷的女子哦，好，所以南国有19个王。可是呢，只有3个王，南国，只有3个王呢，又娶耶路撒冷的女子哦。好，那其他有没有？至少圣经有记载是这3位。好，那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下24章呢，好，那中间没有框起来，就是都是重复的记载，包括圣殿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约阿施的功劳，在圣殿使用124年后。好，那他加速了圣殿的修复。好，其实这个破坏呢，可能是在亚大利亚手中。好，那这里提到了，耶和耶大15节，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好，我们先对起跳回来一下，第6节，王召了耶和耶大祭司长哦。好，所以从这一节让我们知道哦，耶和耶大是大祭司，好，是祭司长。好，回到15节，日子满足而死，死的时候130岁。好，在圣经当中，好，摩西好120岁，他的哥哥亚伦123岁，再来没有人比他更多，后面也没有人比他更多。好，所以耶和耶大好，他的身份很特别，这是只有在历代志看得到，在列王记看不到。好，那然后呢？甚至呢，他被人尊敬到什么程度呢？葬在大卫城啊，好，就是跟王好葬在一起，好，所以他是个大祭司。可是呢，大家都感谢他，好，在亚他利亚掌权的7年当中呢，好，耶和耶大让大卫的后裔这个灯呢没有熄灭。好，那但是呢，我们看到在这里是约阿施，好，16节，当耶和耶大埋葬之后呢，17节，犹大的众领袖来叩拜王，那时王就听了他们。好，那这些领袖呢，不是来帮助王，而是来引诱王。怎么引诱18节？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的偶像。哇，那所以好，可以看到这个约阿施居然被引诱去拜亚瑟拉，好，就是亚哈的这个巴利的老婆。好，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但神人差遣先知到他们那里，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听。好，那记得这时候先知呢是以利沙的时期，好，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以利沙了。好，但是呢，这时候都是以利沙在位的时期。那时神的灵感动耶和耶大儿子撒加利亚祭司，他就站在上面对百姓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众人谋害撒加利亚，
好，就照王的吩咐，在圣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好，你可以看到背后的主使居然是王。好，这个人呢是他的应该要算姑丈，就是表哥吧。表哥好，虽然年纪也大他很多，可是呢，他居然忘记他的姑丈，好，怎么样把他救出来，保住他的命。然后呢，听信了这些犹大领袖朋友的建议，还去拜偶像，好，然后呢，还去用石头打死撒迦利亚，好，因为他责备他们。但是呢，22节，约阿施王不纪念撒迦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迦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好，这让我们想到了司提反。好，司提反也是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好，也是说主啊，求你不要把这罪归在他们身上。23节，年底的时候，好，所以这个年底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好，耶和耶大死的时候130岁，亚兰的军兵上来攻击约阿施，来到犹大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前面刚才看到列王记就直接跳到这个地方，把中间那个框框的地方就跳过了。好，那这是呢历代志有记载。好，那这个亚兰的军兵呢，就是哈薛的刀。好，所以上帝的审判，好，就是撒迦利亚所说的愿耶和华鉴察深渊呢。好，好，那所以这个事情都很可能在耶和耶大死的时候。好，然后还有就是撒迦利亚被打死的时候，好，可能是在同一年或是从短时期当中发生的。然后亚兰军队好就杀了百姓的众领袖，好就是这些鼓吹约阿施好去拜亚瑟拉的，也把所掠取的财物送到叙利亚大马士革王那里去。好，所以我们只有在列王记看到，哇，他把这些金钱外交换来保平安的保护费，其实背后呢，好从历代志我们看到这是神的审判，好，因为他们离弃神。而且24节说，亚兰的军兵只来一小队人呢、他们不是什么百万、10万、数十万大军，只有一小队人。结果呢，他们就轻轻松松的，把累积4代的金银财宝，约沙法、约兰、亚哈谢到约阿施4代的财宝呢，通通都带回去大马士革亚兰的城哦。这就是出于神，好，所以历代志是在列王记的100-200年后，开始编写，好，所以把这个事件看得更清楚。25节，亚兰人离开约阿施的时候，他患重病，所以呢，表示这还是同一年，也搞不好就是耶和耶大死那一年，或是死后没多久。那这重病呢，好跟他怎么样去杀害撒迦利亚，都是一连串的关系历代志们看得清楚。而他的臣仆就背叛他，要报耶和耶大祭司儿子的流血之仇，好在床上杀了他。好，我们刚才读列王记的时候呢，看不出来我只是说他被杀害，有被背叛。好，其实呢，这是为了报仇。好，人民的心呢，都在耶和耶大的身上。好，那约阿施呢？好，真的是晚节不保。好，他做王40年，所以为什么他只有47岁？因为呢，他听从了犹大领袖的话，拜了偶像，然后呢，还去杀害了耶和耶大的儿子。好，然后所以呢，约阿施死了。好，那但是呢，在嗯。历代志给我们看到线索，好，这2个背叛他的呢，好是亚门妇人示米亚的儿子撒把和摩押妇人示米利的儿子约撒把，好，表示这是2个外国人，还不是耶路撒冷人，2个外国人来帮耶和耶大还有撒迦利亚报仇，而且都是妇人的孩子，好，特别把他们妈妈的名字放进去。好，那在列王记呢，可以看到这2个名字是一样的，都叫做约撒拔，好，都叫做约撒拔。约撒拔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记得，好，耶和华记得。好，那所以耶和耶大一开始我们有说耶和耶大的名字叫耶和华知晓，可是他被杀了。好，然后他死了，好，但是日子满足130岁死，可他儿子被杀了。好，上帝就派了2个叫做耶和华记得，然后呢来背叛约阿施然后呢就在约阿施的意思就是上帝的赏赐，
把上帝的赏赐呢，好就把它收回去了。47岁好就结束了。好，所以呢，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圣经，好虽然不长，可是背后的故事呢，好很复杂。今天金句在第二节，约阿西因为这西亚和亚代告得一心最雄助看最好的事。约阿斯他在面临征战的时候，好来围攻的时候，他都没有进圣殿去求问神。反而把他祖先8代、祖宗4代留下分别为圣的金银礼物呢，都送给了亚兰王哈薛父子，用巨额财富呢换取亚兰王能够退兵。好，那这样子是假投是这种举白旗，好假和平，好是不公不义的，好并没有蒙上帝的喜悦，好而且呢，这是背后其实出于上帝的惩罚。好，让我们也看到第二代的信仰的保护伞，可能也让信仰失去热情，保护太好，会不会呢？因为约阿施在他130岁，好，那加上这个约阿施做王40年，好，所以其实约阿施做王的时候呢，耶和耶大已经90岁啊，好，90岁在保护一个7岁的一个孩子，好，那让这个信仰呢，好，其实我们看到约阿施也曾经为上帝很热情要修圣殿，可是，在耶和耶大一死，没多久，居然这个47岁，40几岁的约阿施，居然也会对神变心去拜偶像，比所罗门还早。好，那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反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依附于父母，依附于牧者，喂养我们的人，或是属灵的伟人，留给我们的属灵遗产，而不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呢。好，第三个好王约阿施晚节不保，好，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惧怕环境，不要贪图安逸，好，而能够在信仰上面坚持到底，一生对神持守纯全敬畏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约阿施的一生，看见我们的生命要紧紧的跟随，我们要警醒，你们若不警醒，我们随时都可能被绊倒，我们随时都可能跌倒、软弱、犯罪、得罪神但是也求主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跌倒、软弱或是爱心冷淡的时候，能够记得。神，你的爱是永不改变，而能够早日浪子回头，好，能够早日回到天父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同行求主帮助带领，好，让我们更加的有智慧，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